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咱搁一届到伫上帝圣殿做伙来敬拜俄勒伊。亲像拄圣歌队所唱的，当咱来到圣殿的时，也搁一届来仰望咱的上主。因为伊是咱的帮赞，是咱的医治者，也是咱上好的牧者。特别伫今仔日的讲道结束，有一个医治祈祷的时间，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准备心。来到台前，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，领受上帝医治，也领受上帝怜悯。求上帝赐了伊的医治，赐了伊的祝福，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。伫咱开始讲道之前，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。阳光的上主啊，阮恭敬来到伫你的宝座前，真心诚意的敬拜阿勒你，因为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水。你的阳光充满伫天顶地下，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阿勒你。主啊，阮阿勒你，因为你真正是阮随时的帮赞，也是阮的避难所。愿倚靠你的人，拢是有福气的。恳求你即时教阮三角地地，当阮伫遮自责的时，也互阮的心思意念通暂时远离遐活在生命的困难甲风暴，互阮的心来向你显明，开阮的心，也开阮的耳孔，通过你的话语，甲你有真实关系的建立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台湾人有一个俗语在讲，伊讲靠山山会倒，靠水水会流，靠爸母爸母会流。靠朋友朋友的线，所以也是靠家己上好。但是发现到最后，真正是靠家己上好吗？人的气力可能嘛有限，人的气力可能嘛有一天用尽的时刻。咱人一生不断在追求，找到一个方式，也是找到一个咱人生追找的一个好的方式。去帮助咱，伫面对困难的时阵，面对挑战的时阵，会当来完全来解决。但是真正伫咱的生命中，伫咱所拄着的境遇内面，真正有遮好的代志吗？真正有通找到一个咱通倚靠的，真正找到一个咱真正会当全然放心交托的吗？特别伫过去这几档疫情的年代，咱一直无法度放落咱的心，咱逐工拢过着一个非常着惊的生活，咱活着一个非常互咱内心感觉毋知要安怎继续过日的一个生活，因为毋知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毋知未来会有啥物款的变动，所以咱想足侪办法，要安怎去面对这个病毒，要安怎去面对这个未来的世界。但是到最后，咱发现3档过去啊，到伫现今。虽然咱看见台湾的疫情，敢若要渐渐要结束的时，但是犹原嘛是还未结束。犹原咱嘛是无法度将咱的心藏落来，犹原咱嘛无法度将咱的喙暗摕落来，嘛无法度伫恢复到原本正常的生活。伫这个过程，毋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经历着啥？伫这几档的时间，你看见伫啥物物件？伫这几档，你的心情到底是安怎？伫这几档，你到底是安怎在看待每一天你所经历的？今咱做伙要透过咱所看的这段圣经节，不止来思考过去的这几档，无论伫疫情，还是伫咱人生所拄着困难挑战无共款的境遇内面，咱拢用啥物款的心态在面对？毋望今日上帝话语，搁一届真侪人的帮赞，互咱真正伫面对侪的困难挑战的时，咱真正会当放心，而且是找到一个通倚靠的，就是咱的主上帝。今日咱所看的经文，伫以赛亚书第30章，当时代因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，因拄着非常拄着一个非常大的帝国，亚述帝国伊要攻击犹大这个国家，当希西家伊做王的时阵，伊为着
要来抵挡这个非常大的帝国的攻击。伊边仔的人就甲讲，咱应该爱联合埃及，寻求因的帮助，寻求因的因的因的寻求因的人来做伙，来共同来抵抗咱所面对的这个帝国。但是先知伊却甲这个王也甲这个百姓讲一项代志，伫这个困难的环境，到底是爱选择倚靠上帝，也是倚靠埃及，也是倚靠什么款的困难？伫困难中，到底对一条才是真正爱行的道路？虽然今仔透过这段的经文，咱做伙来思考3项的代志，也毋望真侪人的帮衬。第一项代志，咱做伙来想的是，将生命的主权搁一摆交转互上帝，将生命的主权搁一摆交转互上帝。咱一开始看的经文，伊讲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要安尼讲：恁得救是。恁的得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，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。总是恁无骂，恁无爱，恁无愿意。头前迄句的经文，咱常常摕来鼓励别人，常常摕来安慰别人，讲对啊，咱的得救是在伫活倒转，在伫安息，在伫平静甲信靠。但是其实伫这句的经文后面，佫有一句话讲：恁竟然无爱，恁竟然无愿意。因讲无爱，我要骑阮的马，我要骑马来逃走，我们要靠家己的困难，靠阮家己国家的困难，靠阮人家己的困难来面对着遮侪的挑战。所以以色列人因讲：我无爱。虽望先知安尼讲，但是讲我无爱。其实伫这个经文的头前，上帝就已经甲因讲，上帝甲这以色列人讲，虽然你要斗阵和埃及要结连好的关系，但是却毋是出自上帝，毋是出自上帝的圣神的引带。要去埃及，嘛要求问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甲因讲，埃及的帮衬是无任何对恁无任何真正的支持，甲对恁有任何真正的帮衬。而且遮的百姓，伊嘛甚至对先知讲，莫讲遮的代志啦，莫讲遮无好听的话，莫为阮讲遮正直的话，阮讲遮正确的话。对阮讲一寡较好听的话，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去甲因讲：恁藐视我对恁所讲的，恁认为这一切，恁认为好的，才是通我靠的。以色列人认为埃及的困难比上帝的能力搁较强，伫困难中，上帝颠倒毋是因所会当我靠的困难。上帝讲，要得到帮助，得到救，转到伫我的内面，得到安息，转到伫我的内面，找到信靠，找到平静。因讲我无爱，我认为埃及的困难，埃及的力量比上帝搁较厉害。因为着要找到一个拯救，但是反倒转，遮个原本的以色列人，敢若搁一摆入去着埃及内面。原本上帝救因脱离埃及。就是要互因互因倚靠上帝的困难，看见上帝伫因规个民族所失落的恩典。但是遮个人因却袂记这项代志。原本上帝拯救因出埃及，但是因即马却想要转去到埃及的内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毋知大家信主的时间偌久啊？可能有人拄受，可能有人1冬2冬，可能有人已经10冬20冬。40冬、50冬拢有可能，但是当咱每一摆在面对咱生命的挑战的时，也是面对人生一寡较无法度决定的问题，咱会安怎回应上帝？咱会安怎回应上帝？
咱第一个，咱会先想着爱去倚靠上帝吗？还是会想讲，我先想办法来处理就好？可能有时阵咱出现的想法就是我已经决定好啊，上帝我决定好啊，我安尼做就好啊。莫问啦，上帝一定讲的和阮想的无共，问要创啥物？圣经的话有时阵摕做参考就好。这句话我若是感觉有鼓励着我才来听；这句话若是感觉敢若刺插着我的心，我就无爱听。有时阵咱将家己当作是上帝，有时阵袂记即咱生命的主权到底是啥？有时阵咱掠做靠着家己的困难，靠着家己的能力，会当去完成侪的代志。会当去面对侪的难关，但是咱回转来想，当这以色列人因面对着这个帝国的攻击，因会出现这款的想法，敢若嘛是非常的正常。因的心可能惊吓。因的心可能嘛感觉非常有担当，非常的忧闷，但是因可能嘛带着了疑，甚至因可能真正背后因所想的是，因是自我中心的，因想要掌握一切。咱会当了解惊吓、忧闷的心一定是会有的。但是一站一站看下去，开始产生了疑的时阵，最后产生是我想要掌握一切，最后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事，安尼就真做是一个无好的一个回应。以色列因在面对这个帝国的威胁的时阵，敢若嘛反映咱对上帝到底是倚靠，还是拒绝，一个非常好的对比。以色列因在面对这个帝国的威胁的时，真做嘛亲像在看咱的性命，亲像一面镜同款。咱到底是倚靠上帝，还是拒绝上帝？互咱一个真好，也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认真来回想伫咱的生命。有时阵，咱真正无愿意听上帝的话，想要家己做主，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可能咱会去问侪人的意见，可能会去问侪你厝内的人，问你的朋友，但是最后却袂记你问上帝。咱的生命内面，有侪不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重担，但是上重要的第一项代志，咱学习将伊放下，交转去互上帝，互咱的心中充满的是上帝的话，毋是别人的，也毋是家己的。伫规个内面有一个咱非常了解的一个人物，伊叫雅各。当伊出世的时，伊就是掠。为伊出世就开始掠，一直掠，到伊大汉的时阵嘛继续咧掠，到最后伊真正拄着上帝的时，伊才愿意放手，伊才愿意将伊生命的主权交转予上帝，愿意将伊生命的主权放下，愿意承认上帝是主。咱的生命嘛是安尼，咱有侪的重担，无论是伫内在，也是伫外在。但是上重要的是，毋是咱家己伫掠咧，一直咧想这要安怎解决？我要找谁来解决？是搁一解将伊藏落来，藏伫主的手中，互主来帮助咱，互咱的内心毋是充满别人的，也毋是充满家己的想法，是充满主的话，将咱的生命搁一解来交通。诗篇147篇第10节到11节，诗人安尼讲，伊讲。伊喜爱的毋是马的力大，伊欢喜的毋是人的骹敖行。上主喜爱的是敬畏伊、仰望伊、慈爱的人。
上主所喜爱的是敬畏伊、仰望伊主爱的人。求主帮助咱，真正学习，伫咱拄着性命的难题的时，也是拄着侪挑战的时，学习放手。当一个人若是一直挑剔讲我无爱放手的时，就亲像一个锁啊拍结，而且是拍死结，愈拍这个结愈侪，无法度透互开。咱的心态若是无法度改变，咱的心态若是无愿意放落交托互主的时，这个结是永远无法度通透开的。求主帮助咱学习放落，求主帮助咱学习交托互主。将咱生命的主权，搁一摆，互上帝来引带。第二项代志，咱做伙来学习的是，不只将主权交互上帝，咱嘛学习活倒转，到伫主的内面得到安息。活倒转到伫主的内面得到安息，而且安静来听候。住伫坐查五早，咱非常了解，嘛常常听到的这句的经文。伊讲，恁会得救，恁得着救是在伫活倒转甲安息，恁得着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。这是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，也互咱一个足大的鼓励。当咱看现代中文译本伊翻译的搁较清楚，伊讲，我用华语来念，伊讲，回来吧，安心信靠我，你们就得安全；镇静等待我，你们就有力量。当咱看现代中文译本伊所翻译，搁较清楚地甲咱讲，安心信靠上帝的时，就得到安全；安静听候的时阵，就得到快乐。咱先来了解伫圣经内面，伊到底咧讲规活倒转安息，甲这个平静安稳，到底是咧讲啥？当咱看到这个经文，伊咧讲活倒转安息的时，就亲像现代日本所翻译的足成，伊讲就是咱爱回转，搁一摆安静伫上帝的面头前，上帝来承认，咱真正需要伊的帮助。第二个平静安稳，就是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信靠，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望，知影一切拢伫上帝的手中，伊在掌握。所以这才是拄啊经文所伫读的，活倒转得到安息，伫伊的内面得到平静，上大意思。当到伫主的面前，伊承认我真正是需要伊的帮助，我真正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伫面对这个困难，我真正无法度通经过。主啊，帮助我！主啊，互我有对你有完全的信靠，互阮知影一切拢伫你的保守，一切拢伫你的带领内面。所以不止放下，不止将一切交托予主。第二项代志爱做的，就是转到伫主的内面，追求着伊的帮助，安静伫伊的面前得到快乐。伫当以赛亚迄个时代，因一直受到侪帝国的攻击，亚述帝国不断地攻击。伫希西家王进前有一个国王叫这个亚哈斯王。迄个时阵，伊嘛拄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亚兰王和北国的以色列王，因两个联合要来攻击南国的犹大国。但是上帝嘛同款差派先知以赛亚甲伊讲，你着安静、谨慎、安静，毋通因为这两个王要来甲你攻击，你着惊。嘛毋通因为这两个王来甲你攻击，你就感觉非常的忧愁。上帝甲伊鼓励讲，因两个王所要做的未成就，嘛未照伊的心意来完全。但是最后，上帝透过先知嘛，会甲这个王警告一项代志，讲：但是你若无爱信，你若无愿意信靠，你嘛无法度徛在。虽然这个先知甲这个王警告，嘛甲伊提醒，但是最后这个王伊所做的决定，伊和亚述帝国做伙建立关系，但是带来后壁的结果是，伊的国家失去了伊原本的
自我的生存的权利，伊还进贡侪侪钱财，而且外邦的神明嘛，到伫因的国家内面，上害的是，搁较侪因边仔的人继续来攻击因。所以伫这个经文，以赛亚甲讲，你着爱谨慎安静落来，毋通因为这个代志就感觉惊吓。但是这个王的选择却是，我也是照我家己的方式吧，我也是照我家己的规律吧。但是另外，咱今仔所看以赛亚30章后边发生的代志，这个希西家王，伊伫面对亚述帝国的攻击的时，伊最后所做的选择，虽然边仔人甲讲，咱找埃及做伙联合来对抗这个亚述帝国，但是最后这个希西家王，伊最后做的选择，伊爱百姓安静。伊要百姓安静落来，然后希西家王伫遐祈祷，向上帝寻求心意。顶面的这个经文37章第9节到11节，是这个亚述王，伊派伊的使者到伫耶路撒冷的城内面，甲因讲：啊，恁的上帝要甲恁帮赞啊，恁的上帝要甲恁拯救啊！用这款的话在甲因刺激，要甲因吓惊。甚至要互因来投降，但是最后希西家伊所做的是叫百姓安静落来，安静落来，然后做伙祈祷。最后结果看见是上帝派出伊的使者，将亚述因的军营内面所有185000人全部屠灭，拯救伊伫耶路撒冷内面所有的百姓。两个王所做的决定，因听的话、听的警告、听的提醒是差不多的内容，但是两个所做的决定，最后所影响的却完全的无同款。咱要做对一款的选择，是要转到主的内面安静安息，还是亲像头前迄个王选择伊家己要做的代志？一个若真正会当了解什么叫做伫上帝面前安静寻求帮助的人，咱才法度伫安息内面看见上帝要互咱生命的目标。一个真正会当到上帝面前承认讲：哇，上帝，我真正需要帮助，我真正需要安静伫你面前的人，才有法度看见上帝互伊的目标，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困难，面对生命的侪侪的挑战。但是总是咱可能嘛会问一个问题，可能咱嘛会问讲：主啊，我安静听候，要听候到什么时阵？主啊，我听候足久啊，我安静足久啊，我准备足久啊，但是爱等到什么时阵？但是其实主啊，你问阮一个问题：咱要听候到什么时阵？咱的生命才会准备好。要等到什么时阵，咱才愿意来信靠伊咧？其实先知发出一个邀请，爱咱转到活倒转去安息，到伫个面头前。可能咱慢慢的等待的时阵，咱袂问这个问题，但是上帝嘛在甲咱问：你真正准备好啊吗？你真正有愿意来信靠我啊吗？伫咱拄所继续读的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，伊讲上主要在听候要施恩和锡安，伊一定会起来领命令。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。现在中文译本伊翻译讲，但是上主搁在听候，在等待，伊要等待要施恩互恁。虽然透过这个经文，咱敢发现。上帝讲，当咱咧活倒转到伫面前的时阵，伊嘛在听候咱，敢有准备好啊？其实伊已经将伊要赏赐互咱的，已经准备好啊。但是咱敢有准备好咱的心？伊伫咧找求一个机会，要将这款的恩典施落伫咱的生命。但上帝嘛希望咱有这款听候一个希望期盼的心。我想伫咱生命中的危机也是挑战，反倒当是一个机会。
反倒等是互咱一个反省咱生命的机会，互咱搁较去挑找什么是上帝的心意，互咱学习什么叫做安静听候来看见上帝的工作。上重要的是真正的安息，毋是讲就一个休困尔，毋是讲我着休困，啥物拢无爱做啊，上帝啊拢交互你就好啊。真正的安息是学习放下你家己的方法，放下你家己所做的代志，学习真正到是主的面前，上帝来求愧咱。诗篇76篇第10节，诗人嘛讲，伊讲着拢静静，着知我是上帝。诗篇的诗人伊讲，拢静静，着知我是上帝。咱敢有一个安静的心，敢有一个听候的心，敢有一个准备好来领受的心。最后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不只是将咱的生命主权交托予主，不只是学习活倒转，最后咱嘛爱调整咱的眼光。最后经文伊讲，虽然主用艰难做饭，用困苦做水互恁，毋过恁的老师袂阁藏起来，恁会亲目看到恁的老师，无论恁偏正边也是倒边，恁会看见后面有声对恁讲，这是正路，恁着行这条路。当咱安好伫主的面前，煞来咱爱问的一个问题是：伫遮的困难，伫遮的挑战中，上帝你要互阮学习着啥物款的代志？上帝当我搁一摆安息伫你内面，搁一摆看我生命的问题，看到生命侪的困难挑战的时，上帝啊，你要互阮的生命来学习着啥物代志？看见困难的遭遇，看到无法度来改变的代志，反倒等会互咱来搁一摆认真看咱生命中的问题。有一寡代志已经放伫咱的生命伤久，拢无处理。侪问题，咱就想讲放伫遐就好啊。有一天伊家己会解决的无去，但是愈放愈久，愈放就愈无法度解决。等到上帝面前问伊讲：主啊，伫遮的代志，你要互我学习着啥？伫这段的经文有2项代志会让互咱做伙来思考。第一项代志，伫这个经文当中，互咱两个提醒，第一就是毋通将咱的目睭揢起来。拄仔经文讲，主用艰难做饭，用困苦做水互咱。但是恁的老师袂阁眯起来，会亲目看到恁的老师。有时阵咱课程看到咱的困难，亲像饭共款，困难像水共款，咱就想啊，我无爱看。哇，困难遐大，我无爱看；挑战遐大，我无爱看。却无想到，伫这个背后，咱无认真去看咱的老师，咱的上帝就伫迄个所在。咱有缘选择将目睭揢起来，无爱看到迄个困难，无爱看到迄个挑战，我都愿意去面对。但是当咱将目睭揢起来时，无愿意去面对的时，咱就无法度看见上帝要伫咱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是啥物。第一样代志，就是选择活倒转、回转，将你的人规个活倒转。拄仔经文咱所看，无论行倒边、行正边、行对一边，当听到这个声讲这是正路的时，就行这条路。当咱听到迄个真正的声音的时，就拍开咱的目睭，拍开咱的目睭，调整咱生命的眼光，行往着迄个正路，行往着迄个正路。伫旧约内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。先知以利亚，当伊伫山顶含遮巴力的先知，伊拍赢遮的先知了后，原本是伊的属灵的生命非常好，而且是和上帝关系上好的时。但是当伊听到迄个人要甲伊追杀的时，迄个王后听到讲啊，伊的先知全部拢输互这个以利亚，伊非常的生气，叫人要来杀以利亚。这个以利亚伊选择的，伊竟然是逃走，伊竟然选择的是逃走，而且伊看到这个代志，伊随逃走，
到伫一个所在，伊甲上帝祈祷讲：啊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法度赢我的列祖。咱看见原本是一个为上帝做工、性命经历着上帝的一个先知，当伊拄着困难艰难的时阵，伊所选择的是啥？将伊目睭揢起来，紧逃走，然后伫遐讲：啊，上帝啊，赐我性命吧。但是最后，上帝用一个方法，互伊看，互伊搁一摆听见伫上帝的声音，互伊搁一摆活得转，行伫上帝原本伫伊生命中迄个水的计划。上帝透过艰难，甲咱教导，互咱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嘛互咱看见咱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。上帝伊无永远讲咱的生命拢无一个，拢毋是无永远讲咱有一个无苦难的人生，但是永远的是咱有一个甲伊同在，会当赢过一切苦难，而且是得到平安的人生。重点在于咱敢有调整咱的眼光，咱敢有调整咱生命的方向。听见着迄个声的时，咱犹原是将目睭揢咧，行家己的路，也是拍开目睭，行伫迄个正路咧。困难有时阵真做咱生命无共款的体会，也是互咱搁一摆体会到上帝恩典的方法。我捌有一摆看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意大利的导演，当伊摕到奥斯卡奖的时，有记者甲采访，在甲伊采访进前，是因为伊伫领奖的时阵，伊讲了一句话。伊讲：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互我一个非常大的礼物，互我今仔会当来得到这个奖，因为伊互我一个非常送向一个困难的囡仔的时期。这个记者甲问讲：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安尼讲？而且嘛甲问讲：为什么你演戏拢会当非常的投入，会当表演了非常的好？这个导演伊讲，这个演员伊讲：我成长一个非常送向的家庭。但是，这个送向、这个困难，互我对我的人生有侪侪的体验。伊讲，伊早起囡仔是早起7点，就去送报纸，了去上课。因为计煞来伊讲，因为伊知遮的送向、遮的苦难，迄是有好起来的人无法度所体会的，我拢经验过。所以，伫这个困难，伫这个伊虽然细汉是送向的家庭。但是伊经验到，伊伫这个困难中，伫伊人所看起来是苦难中，伊活出另外一款的生活的方式。伊要将困难诚做是伊的借口，讲啊，我就是拄着遮侪无好的代志，啊，我着放弃我的人生。反倒等于讲，感谢我的父母，感谢我的人生，互我拄着困难，拄着挑战。会当互心爱的我。当咱面对挑战的时，咱敢会安尼对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我拄着，互我会当调整我的眼光，搁一摆来反省我的生命。咱做学习，将咱的眼光为家己的环境来转向上帝，将一切咱感觉无爽快的困难，或者的背后，咱来体会。阁有上帝的平安，阁有上帝的带领。求上帝真正帮助咱。生命真正有苦难，生命真正有挑战，但是上帝真正是上了解咱的。伊知咱需要什么款的功课，上帝知用什么方法来塑造咱的生命，互咱经历伊阁较侪。上帝伫困苦中施恩予每一个人。我想，军队上帝的人拢爱经过磨练，但是经过磨练的人，愿意调整骹步、调整眼光的人，嘛会当搁较明捌上帝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，保罗先生安尼讲：因为恁是伊所做的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声备办，会要互恁，互咱行伊。经文讲，保罗先生讲，咱是伊所做，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。当咱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时，
耶稣基督伊的生命，伊所经历的，嘛毋是人所讲的非常的顺利，甚至伊最后的行十字架。但是咱的生命，咱的人生嘛，亲像这个经文所讲，咱受创造伫耶稣基督，经过伫遮侪的代志，最后要成就的是搁较大、搁较好的代志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放手，互上帝来成就；听候，互上帝来工作。最后转向，调整咱的眼光，互上帝亲自来带领。还是放手，互上帝来成就伊要成就的；安静听候，互上帝来工作。最后转向，调整咱的眼光，来互上帝带领。行往伫人生的正路，愿上帝帮助咱，真正学习放心，将咱的一切交托互主，求上帝来引带，也求上帝来带领咱人生的每一个脚步，咱人生每一个所拄着的代志，真正经历着上帝丰盛的恩典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知伫阮的生命、伫阮的世界、伫阮的社会、伫阮的家庭，可能有侪环境毋是阮所喜爱的，可能有侪挑战、困难，着囥伫阮的头前，直到阮毋知要安怎做决定，甚至是阮常常拢倚靠家己的气力，想要解决遮个挑战甲困难。但是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心思意念搁一摆活倒转伫你的面前，安静听候你的心意，互阮知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怜悯是够我用的，互阮通学习全然来倚靠你，寻求你的帮助，互阮嘛听见你的声，行伫你的正路，行伫你为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所备办人生的道路。愿上帝帮助阮，将阮每一项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来引带阮头前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